前咧一路殺落嚟咧，都有唔少投資者咧係做一個撈底嘅部署啦嚇。咁啊反彈咗2個星期啦嚇，上個星期嗰啲資金流向嘅情況咧，有冇話有啲變化出咗嚟啊？嗯，係啊，其實睇翻咧過去呢2個星期咧就由低位反彈上嚟啦。早排咧大市向下嘅時候咧，大家部署反彈咧就會覺得啊，我成日面對住一個比較大嘅收回嘅一個風險啦嚇。咁我喺揀選產品上部署反彈咧，可能就比較多資金啦喺 call 輪方面咧去做操作啦，因為我想避開嗰個收回嘅一個風險。好啦，過去呢2個星期咧就由低位反彈上嚟啦。咁又面對住一個咩問題咧？牛熊證就係可能咧即係揾唔到市場上一啲咧叫做近啲收回水平嘅一啲牛證嘅選擇，就要咧接受一啲咧叫槓桿相對嚟講比較低啲同現貨價水平拉得比較遠啲嘅一啲牛證咧去部署反彈。所以過去呢一段時間咧，除咗話咧喺牛證方面咧有一個換馬嘅動作，一路換去一啲咧叫做高啲收回水平嘅產品嘅牛證去繼續部署一個反彈之外咧，其實 call 輪咧亦都係有唔少嘅資金咧去部署嘅。所以咧兩個產品咧係相輔相成嘅。咁如果話咧喺過去呢段時間牛熊證嚟講咧，牛證咧截到今日啦，就繼續有啲咧叫做再高啲收回水平嘅牛證咧去應市啦嚇。咁所以由24000關口至到23600呢400點咧，就見到咧今日咧就有唔少嘅產品咧就上市啦。咁啊俾翻投資者去揀一啲咧高啲槓桿嘅產品嘅選擇。咁譬如話咧牛證計下，距離而家現貨價比較近啲嘅300零點到嘅產品選擇咧，個槓桿咧係高達咧去到60倍。上個星期大家可能就記得啊，我要揀隻牛證最近都係喺可能23600附近啦。當時個槓桿都嚟得比較低少少嚇。咁不過咧要注意咧，你而家揀24000關口附近咧收回嗰個風險咧，亦都係相對比較大嚇。咁譬如你揀23900啊、23700啊呢啲水平咧，提供緊嘅槓桿效應大概40零倍左右。咁我先帶一隻牛證選擇俾大家嚇。咁啊編號57058，57058咧就係恆指嘅牛證啦，收回價23908點，槓桿咧43倍嚇。咁至於話咧熊證方面咧，其實就一樣個情況，就係你反彈嚇，咁你就會變成咧調翻轉啦嚇，之前跌落嚟啲牛證就一路會有收回嘅情況啦，而家反彈咧就見到啲熊證咧一路有收回嘅情況嚇，咁亦都同樣要一路換馬換上去啦。咁如果話今朝早計咧揀選熊證方面較為多資金去留意咧，就係距離現貨價300至500點左右嘅選擇嚇。咁我先帶一隻即係我哋嘅精選產品名單之一啦，咁啊編號60167，60167咧個收回價24719點嘅，咁個槓桿咧有59倍左右，咁可以都望埋咧嗰個資金流向啊。咁你見到牛證咧就一路換上嚟啦嚇，高啲嘅收回水平有個街貨增加嘅情況。至於熊證咧，亦都係一路向上移啊，一路見到咧高啲收回水平嘅熊證咧，亦都有加倉嘅情況嘅。